来到立法院，针对着昨全台湾大跳电，一透早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是杯葛议事，要求经济部长王美花爱为这届这个停电来落台，嘛用跳电鸡排来警惕着王美花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为这届的跳电向民众来道歉，讲会做上届严格处分。 台电的董事长、总经理请辞负责，但部长还是没有事。国民党立委包围经济部长王美花，要求伊要针对昨全台大失电做一个交代。停电的部长，我们帮你准备了跳电的鸡排。国民党立委一人拢摕一块鸡排，要互王美花特一个纸袋啊，顶有写跳电鸡排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昨现在电厂的事故，全台湾用电受到影响。 因为王美花捌讲过，讲要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烧书，若欠电就请食鸡排。因为即摆王美花讲，毋是欠电，无要请。国民党团起一个直接去买鸡排，再来立法院，并且要求伊爱下台。院长道歉，院长道歉，院长道歉，院长道歉。昨天的损失全额赔偿。我要对因此受到不便的业者民众。 表示最深的歉意。经济部对台电要完整的、详细的书面报告调查给我，要做最严厉的处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重申爱三箭，不必像多的南电、北送等等，可以在北部的3阶外推，加速进行完成。 因无跳电的事件发生遮济摆，忍受无方便的人甲企业拢想要问讲，到底什么时阵才会有人负起政治责任？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